美国极限攀岩高人 Alex Honnold 本地今日要爬第801大楼，伫串流平台来直播，不过早起星期区就好。为着安全，主办单位宣布延期到明仔载。也明仔载敢会较好天？气象署表示讲会比今仔日搁较冷雨。远远的台北101大楼徛伫乌阴雾雨中，有当时有云雾在洗。透过即时影像会当看到天气并无稳定。9点之前，规栋大楼的就半部也是规片白茫茫。虽然天气无好，民众也是聚集伫101的四khu位，专拢想要亲目睭见证极限攀岩手艾利克斯·霍诺德完成用手爬101，也毋过活动最后延期啊。 如果还如期举行，你自己个人怎么看？我觉得蛮危险的吧，因为他也是有说他是做完万全准备才爬嘛，所以下雨天可能就不在他的万全准备的那个里面之中。安全最重要。说实在，今天要爬的话，我觉得全台湾人民都会觉得会比较，可能会大家都很紧张。 二是早起101四khu位的人，像看年遐尔侪，董事长嘉永哲也伫面册发文表示，天公伯也建议咱改做明仔载早起9点，一切拢是台伫等待。I think it's sad because we came here and we woke up early, but it's fine because it's rainy and I can understand. Yes. So will you come back tomorrow? Yes, probably. 这是气象官本有报拜六专家沙布鲁基气象署表示，是中站分黑无线气造成的。 中层云系因为散得比较慢一些，所以影响到这个各地的云量是比较阴霾，而且细雨纷飞。礼拜二天气敢会转好，气象署表示落雨比拜六较少。以上半天的气象条件来看的话，还是会有中层云在台湾上空。到后礼拜一日落进前，温度渐渐回升。后礼拜二开始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，温度阁会渐渐降。 北部、东北部会降较明显，气象署表示，低温大约是会降到14、5度，天气是湿冷形态。3000公尺的关山有阑珊落雪机会。广视新闻采访报道。